来不及拥抱清晨，就已经手握黄昏。一天很短，短的来不及拥抱清晨，就已经手握黄昏。一年很短，短的来不及细品初春嫣红豆绿，就要打点素裹秋霜。一生很短，短的来不及享用美好年华，就已经身处迟暮。20岁以后，星号异乡，星号与家乡一样，去到哪都能适应。30岁以后，星号晚上，星号与白天一样，几天没睡无所谓。40岁以后，星号学历高，星号与学历低一样，学历低的反而赚钱赚得多。50岁以后，星号美，星号与丑一样，在美皱纹、黑斑、老态都出现了。60岁以后，星号官大，星号跟官小一样，退休在家，无官职阶级都一样。70岁以后，星号房子大，星号跟房子小一样，关节退化走不动，所需空间只一点。80岁以后，星号钱多，星号跟钱少一样，再花也花不了多少钱。90岁以后，星号男人，星号跟女人一样，因为已经没有人还能做那档事。100岁以后，星号躺着，星号跟起来一样，即使能起来，也不知要做什么。我们一生就是如此，差异不大。看开、看懂、看透，人生不过是尔尔。因此，千万珍惜您已拥有的，并找回您所失去的。领悟。这篇文章真的写得很好。